全台西来安五号大地圣诞期间，庙方拢会举办一系列祝寿科仪，同时嘛会办理关怀活动，温暖弱势族群。西来安苏柏林宫的这个圣诞，本庙借用这个咱苏柏林宫的这个圣诞呢，来关怀着咱这个北区大港里、大河里、县北里，甲这个大丰里的这个四里的这个家属里。这个低收入户呢，互咱发到这个现金，甲这个米呢，虽然讲无济，但是这种的是一个保障意义，这是有人本庙对咱这个咱庙宇呢，咱这个周围咱这4里的这家属，迄个低收入户的这个加弥补呢。我嘛呼吁讲，咱大家社会大众会当甲咱这份爱心，随着咱西来安，会当更在深入社会上，台湾是社会上的所有阶层，大家共襄盛举。全台西来安的新明星结合公益活动已经持续举办多年，得到社会各界大大肯定。包括区长潘宝书、议员陈怡晶以及议员参选人童晓云，也拢亲自来到现场赞声相听。咱嘛感谢着咱西来安咱的赞助委甲咱所有的委员会当伫即厝咱西来安咱的庙宇的迄个新准备圣诞进前来做即个爱心嘛针对咱的大河、大港甲大河以及咱的县北这4里的计收入户每一个人2000块的迄个慰问金，甲咱中价收入1500块的慰问金，甲所有白米一包啦会当讲是爱心满满。我想真感谢咱西来安咱张董事长甲咱所有党干事大家爱心每一档拢会来发予咱，包括咱大丰、大港、大河、县北里，咱所有弱势朋友即个红包，希望讲大家会当感受到即个社会温暖今日咱的区长嘛特别来到现场嘛，感谢这一次感谢咱西来安咱所有党干事，咱所有信众的爱心嘛，希望讲就这个爱一直传落去，互咱社会更加温暖。我们的全台的西来安的董事长带领的曾董事长带的团队一起来发放给我们的乡亲，让我们可以过个好节。在这个时间这个寒冬人家通常都是寒冬会送暖嘛，可是我相信我们的西来安全台的这个庙宇来造福我们的北区所有的乡亲。庙方这次关注对象是北区、大丰、县北、大港、大河等4个里家属以及中价收入户家庭，发送每一户红包以及白米，希望让因感受到社会温暖以及宗教的大爱济世精神。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